异国料理呢，在台湾最近这几年来可以说是很快速的崛起，而且已经有热潮一阵子了。其中又以泰国菜呢是最受到欢迎的，翻桌率最高，同时呢，它也可以说是当红的炸子鸡。为什么泰国菜会这么受到欢迎呢？最主要是因为它非常的适合在夏天使用，其中它的口味又是以酸辣香甜为最重要的。而这些泰国人呢，他们把酸跟辣巧妙的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让大家在品尝泰国菜的时候呢，你的味蕾随着每一道菜，你的口感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每一次你在品尝泰国菜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一种不同层次的一个提升了。所以呢，泰国菜呢可以说是国人最接受的异国料理了。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品尝泰国菜，而这间餐厅它的泰国菜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一样哦。听说连饮料加起来总共将近快200道了，而且它的菜色你在市面上可是不常见的哦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进去看看喽。在西兰攘往川流不息的马路边，有间平价泰式餐厅，荣获107年台南百家好店。店内 logo 设计颇具巧思，无人式吧台、摆饰品，各种装潢皆采极简风设计，也因降低装潢成本，料理走平价路线，99元、199、259、299元4种价位，相较于一般泰式餐厅，动辄300-400元，可说是亲民价格。也难怪在不景气的现今，平日中午仍有饕客不断上门尝鲜。吧台设计尽管简单，该具备的各式流行调饮杯样样俱到，泰国人必用的洗杯更是不可或缺。沙发式的座椅坐起来更是让人倍感舒适。店家还有备食用油履历，可以知道油流向去处，减少食安疑虑。偌大的停车场解决在这寸土寸金不易停车的问题。来到泰式餐厅呢，当然是要为观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泰式料理。而这些泰式料理呢，在我桌上我们看到了6道，但是我几乎很少在泰式餐厅里面看到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吴有成吴老板来为我们大家做介绍。吴老板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吴老板，这么多道料理哦，你要先从哪一道来为大家介绍起？那么我们就先看这个凤梨炒饭，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？当然很不一样啊！一般人看到凤梨炒饭弄坑里瓜顶好我们是精心特制的，这样才可以凸显这一道菜的重点。安娜公凸显它的重点，因为我看起来就是觉得非常有南洋风，而且因为你加上了凤梨哦，整个感觉，我相信你绝对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感觉是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啊，这种凤梨吃起来，是不是很不一样？因为有凤梨，所以它吃起来真的是酸酸甜甜。因为我们在炒的过程，凤梨就是会先把凤梨的香气、香味炒出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。当然，我们这道饭蛮多人必点的，而且就是客人就会提预定，就是他们也要拍照，他们有些就是要拍照打卡这样子，所以他们都预定说一定要这样子。一定要有凤梨盅就对了，因为它跟放在那个盘子上面，跟放在那个凤梨盅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好吃，整个层次是升级了。对，酸酸甜甜的，真的非常适合夏天，很开胃。炒饭放入凤梨盅上桌，那上菜的气势和一般放在盘子的 feel 真的差很多，看起来就很有热带风情的感觉。吃起来也别具南洋风。接下来是红酱虾，泰式红酱虾。红酱虾，有没有看到虾子特别大只？有这个虾头还真的蛮大的。哇，真的手掌大。对，那你当初怎么想说要用这个红酱虾嘞？当初
其实它原本是虾球的概念，那我想说把它变成整只的带，加上壳炸酥脆都可以吃。那壳可以吃。对，酥脆可以吃。因为我加上那个辣椒。其实这道菜是结合比较偏向中式的宫保鸡丁，然后把它结合成泰式的这样子。其实泰式的重点就是酸、辣、香、甜。对。所以你没有酸，没有辣，吃起来就比较那么道地了。对啊，对。这个壳可以下。可以吃，表示它炸得非常的酥脆，这个好。炸得酥脆的白虾，吃起来酥酥脆脆，酱汁酸辣甜甜，带点微辣，非常开胃。再来是鲜虾粉丝煲，你们看那个这虾子就不一样了，这虾子是更大只，是天使红虾。天使红虾，怎么想会用这个？这样看起来，比较就是看起来比较丰盛，较大班，对，较大班。客人看了也会觉得哇，你们虾子那么大只，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好。可是我觉得这一道的重点对我来讲是在粉丝，对，因为它粉丝会吸收酱汁，对，都把酱汁就是吸收住，就味道就会出来。因为粉丝啊，它就像那个海绵一样，就是你遇水。它就开始膨胀，对，然后你遇到什么，它就变什么。然后重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粉丝要好吃，它的调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对，它的汤汁是很重点，对。所以你调料上你有用到什么吗？里面的调料当然就是鱼露啊，泰式鱼露，然后泰式的蚝油、酱油之类的，对，就大概这些。真的。还有奶油。调料真的沙茶酱，对，食材，重点是我们食材都蛮新鲜的啦。这个粉丝煲我喜欢。要不要来一碗饭？对，你讲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这个酱汁，对啊，还可以搭配饭的，对，搭配白饭，好。当然这个是。那接下来这个，而且你刚才讲到鱼露哦，对，发现有一个泰国菜，它就是鱼露跟椰奶，对泰国菜来讲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它是基本的。对。可是我们的基本上我们台湾的泰国菜都是有改良过的。你真正的泰国菜哦，那是很酸很辣，然后很臭那种，就台湾人比较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我们台湾泰式料理都有改良过。对，一般来讲是这样子。对啊，而且我们也是尽量都客制化了，对，应照客人需求这样子下去制作这样子。因为如果你真的把泰式料理从泰国那边纯正的把它用过来，会不会让它假？凶生。对，然后又太臭，对，很腥味很重。没啦，我去泰国假着看。喜欢吃虾子的朋友绝对无法拒绝这道料理。粉丝酱料的调味非常重要，吸收虾汁的粉丝鲜汁极其爽口。这道鲜虾粉丝包复刻了泰国街头的风味，让人一秒魂穿到泰国。这个是接下来这一道呢？拉沙鸡汤。拉萨鸡汤。对，我们是偏向，就是有一点颜色，不是像椰奶那种纯白那种。对，干嘛写啊？看起来吼，色泽比较亮丽，而且看起来也比较热情，比较像东南亚的国家那样的热情如火。行业天气赶快那对，没错。嘿，好，可以尝看看哦。当然要尝啊，怎么可以不尝？哦，里面还很多东西。对，料很多，没有香菇、小番茄、鸡肉，真的还蛮多的。很会吃辣吗？哦，我很会吃辣。那这个应该可以。我还碾压重庆人呢。你看看哦。这道这汤品我们也蛮多客人在点的。这一道椰奶的味道就还蛮重的。对，就完全就是椰奶跟鱼露。还有那个高汤，这样下去就是炖的。哇，这个有时候料理不用太复杂，对，你太复杂也就是搞干，它有时候又不是很好吃。对，像我们现在讲，就是椰奶、红咖喱、
鱼露，简单又好吃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加饭下去，对，包饭很好吃。拉萨最早起源于新马，不同地区对拉萨的做法、味道也有差异，然却都有浓郁的香醇南洋风，非常开胃好喝。再来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你们的海鲜锅巴，泰式海鲜锅巴，很特别呢。这一般可以沾来吃。你怎么会想说要用锅巴啊？其实我们是有另外一道一样的，但是它是海鲜豆腐。那我们那时候我们想说要创新一点啊，来点不一样的。然后就是大概在看到韩式料理那种，他们有那种锅巴，我想说可以结合看看。然后那时候就误打误撞这样子，就这一道料理就是诞生的。结果客人接受度还蛮好的。锅巴很脆。对，而且它沾那个酱汁真的是超赞的。有的客人就是点这一道菜锅巴就是吃不够，还要跟我们加说可不可以就是要再加点锅巴。对，这锅巴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脆脆酥酥脆脆的。然后它也有红咖喱的，对，就那个汤底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锅巴通常只有在中国大陆以及韩国才有，台湾比较少啦。对，台湾真的很少。所以我们要突发奇想。对，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我吃过很多，他们有的火锅店里面就会有锅巴，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成干吃，也可以当成零食吃，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加入火锅里面下去煮，那整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，很好吃，很刷嘴，而且我还会特别去买锅巴来吃，就是一小块一小块，它整个一个包装，好吃的真的很刷嘴。一开始我在咬的时候，我刚好像没什么，没什么味啦哈，它给个入价入刷嘴，你还真是个吃货了。你看还很脆哦，很脆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客人就直接沾，然后就直接这样吃。因为我刚才有吃下面的，然后完了之后我再吃上面干的，对。而且大家可以发现，它里面哇，这么大只花枝有花枝、扇贝，对，还有一些菇类这一些，非常的。我们食材算是蛮丰富的，对，非常的多元，还有一些就是日常看到的嘛。那早上现切的，先买现切的。真的，这道菜真的沾锅巴非常的好吃。你这锅巴真的很好吃。是哦，等一下让你外带啊。海鲜锅巴亦是店内的创意料理，干湿两吃的锅巴搭配丰富的海鲜料。让我笑逐眼开，喜意眉梢。这道菜是泰味花雕鸡，坊间一般的花雕鸡其实是差不多，只是我们加了我们泰式的柠檬叶、香茅或是南姜，还有我们酱汁下去做结合。对，像我有访问过那个餐厅啊，它的花雕鸡火锅，它是一锅三吃，你这个有办法吗？一锅三吃是你们是哪方式？做汤或是之类的吗？还是？不是啊，它就是一开始就先干锅，然后来加酒下去，可以啊，然后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可以啊，然后再加汤下去，可以，你们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你可以把它如果你客人这样就是要克制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就是也可以这样做，对，所以你这也是用花雕鸡下去把它呛嘛？对，有花雕酒，有花雕酒，就是爆香之后就泰式就是。我们的柠檬叶跟那个干辣椒结合之后，爆香之后，鸡肉也是爆，然后再加花雕酒下去，这样。真的。它吃得出来是有，就是还是吃得出泰式的味道，可是它就是花雕鸡这样子。对，有花雕鸡，有那种中国传统的味道，然后还有我们泰式的那种。对，还有异国料理，就那种泰式的味道。所以我们就做个这样结合。这道菜。真的不错，就是结合了中式，又有结合了泰式，对，这种两种吃起来就是也会有中式的花雕口感，然后也会有泰式的风味，这样子。
这道菜应该也是很受欢迎。当然了，我都跟客人说这是泰国的3杯鸡。对，很不错的一道菜，因为让我吃起来是很清爽的，感觉很好的。倒是令我真的蛮讶异的，我没有想到说中式跟泰式结合起来哦，它的口感是很不一样。因为最主要你还有加上柠檬叶，对，还有九层塔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香茅，对，它都是可以让它整个就是变得比较清爽、比较舒适的。这3个我也都俗称泰式3宝。泰式3宝。对。泰味花雕鸡为店家的创意料理，结合中式和泰式料理精华，传统与现代交融，味美色香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些菜色呢，真的是在市面上我很少看得到，所以就是推荐给观众朋友，你可以来尝尝看，因为在市面上我真的没有看到。比如说像这个锅巴，在北部你可能会看到，但是是在少部分的大餐厅里面。但是你在南部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说真的，所以很特别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沙爹鸡啊，一般的沙爹鸡它是比较偏向乳白色的，它的鸡汤比较偏向乳白色，但是它的是比较偏向于橘红色，橘红色给人家感觉是非常的热情哦。而且这一道呢，它强调的是在于它粉丝煲上的一个调味，然后这一道也是结合了中式，但是它有一个特别一点的，就是它的虾子呢，它壳是非常脆的，炸得非常酥脆。再来就是，当然这个凤梨炒饭呢，它加上了凤梨盅之后，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它整个档次就提升上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6道菜给我的感觉是挺好的，所以呢，真的是也非常感谢吴宇辰老板，谢谢你，谢谢各位观众，谢谢。满满美味的cheese加入馅料中混合均匀，以春卷皮包覆着，拍打均匀，敲一敲，如此空气才不会膨胀，下锅油炸时才不会喷油。那球结缠盘的起司犹如瀑布般，吃进嘴里时，浓郁的满足感如此霸道热烈，鲜香夺人。有别于一般的泰式餐厅，在这里可以吃到由香港正宗老师傅制作的港式烧腊，如油鸡、烤鸭等。光是看老师傅利落的刀法，即可想象美味程度，搭配港式泡菜、特制油葱食用，更是注如雨下。蝶豆花又称蓝蝴蝶，富含天然花青素，可抗氧化，还具有丰富的维他命 A、C、E， 可提高免疫力，促进皮肤弹力和骨胶原生成。在东南亚国家常以蝶豆花泡茶喝，蝶豆花可调配多种流行饮品。来到这里，您不妨点一杯尝尝，保证您在市面上绝对喝不到。消费者当日或当月生日，只要出示凭证，店家就会送以 Vodka 或利口酒为基底的试管酒。每道料理，不论是凤梨炒饭、泰式红酱虾、鲜虾粉丝包、南洋拉萨鸡汤、海鲜锅巴、泰味花雕鸡、起司月亮虾饼、港式油鸡及烤鸭，品尝在嘴里，总有令人意外的收获，意外的惊喜。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泰式料理哦，其实有很多的泰式料理呢是我完全没有看过的，很多都是店家他们自己的创意，把中式跟泰式结合在一起，没有想到说会激荡出很特别的火花，让我非常的惊艳哦。而且他们最重要的一点是锅巴这个东西哦，我真的
在台南真的完全没有看过。不要说台南，我在南部我也真的没有看过，而在北部呢，我也只是上网看到而已。但是这道菜呢，却被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这道菜我真的非常的喜欢，让我非常的惊艳。老板还跟我说，是标准吃货。我说，咦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说啊，这道菜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艳哦。还有它的一个汤头啦，其他的，比如说，那个拉萨汤啦，哦，这个道菜我也真的是非常的喜欢。还有其他的凤梨炒饭，哇，赞！很多菜其实都蛮不错的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。最主要的是它的价格很便宜。一般我们去泰式餐厅，你一吃就一道菜就200-300，我要惊死人，因为那几爱料对不？那个干嘛？假贵的菜，对哦，2-3千块，不可以加，绝对没有那样的价钱哦。所以呢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间很平价的泰式餐厅，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哦。感谢收看《放眼大台南》节目，我是梁文珍，再会。